就现在让手看，把你嫁给我，想你啊。Baru kapan aku hari-hari mengawiki karena di rumah Makaratang hari-hariku akan makan akan makan ko Nang ku cinta Uyan aku jaga paling Abi nang Setaku i mahara dengaku kukisu Uluma Uluma Ulia Ukamu Umamu Mahamekaku i mahara dengaku kukisu Mahamekaku i mahala dengaku kuk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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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命的个人族语创作的流行音乐专辑的收录的一首唯一的情歌，叫做《马哈拉顿，我心所属。哎，我这苏命，我刚才听到，我觉得有一种韩文、日文的感觉的歌曲，哎，很流行，然后但是就又有很好听哦。这首歌的心情，我们因为大家其实很关心苏命的那个感情动向，有没有？对不对？苏命讲一下这首歌是在写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大部分在写离乡的一个故事，但是就会想到很多事情，想到家里啊，想到海边，想到朋友，想到爸爸妈妈这样，但是最后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你。苏命做情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破天荒哎，对不对？好感动，就是反正你苏命很适合做情歌哎，好听啊，很好听啊！我的妈，这好不好？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大家觉得对，很好听。你看工作人员都一致点头。摄影机，你觉得是不是很好听？还要强迫人家说有没有？2号机、3号机，你们怎么样？你们认为呢？2号机、3号机呢？你一直都没有参与我们。3号机点头一下。有好，强迫大家点头，而且导播已经很不耐烦了。先接一下call in好不好？因为大家很爱苏命。花莲，你看大家多爱苏命。太鲁阁古先生都call进来了，古先生，大家你们好。哇，好想念你的声音哦。哎，通关一下，你一定要念对，虽然你很久没有call来了。来，好，那个8点打给我，苏命出题很会。古先生，
我就觉得你很不公平呢。你就是署名的时候你才要抠。啊，没有，署名是我的偶像啊，我很喜欢他唱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很舒服，对不对啊？你会唱署名的歌吗？这个就是重点了。他的歌哈，我很喜欢听他来说，他的歌我不会唱，但是我唱的话不好听啊，要他唱。要他唱，对不对？好，没关系。古先生，你今天难得扣音进来，你有没有鼓励一下署名要有一张族语阿美语的族语创作专辑哦？有鼓励那个署名，就是为了就是部落的一些就是歌哈，就增加了很多啦，所以让我们这些听众者会觉得说，这个专辑还不错，会想说去买这样。然后就赶快去买，对不对？对。我跟你讲，古先生他不随便乱抠的署名，你有没有谢谢他一下？谢谢，好嘞。好嘞，谢谢古先生，你答应阿洛好不好？明天要扣哦，明天呢？你电话不好打啦，我可以去打又打不通哎。还要生气哦。不通。我跟你讲，古先生，你太久没有扣，你又要强打7点50分的时候赶快扣哈。7点50啊，对，好，谢谢古先生，祝你平安，谢谢。土城阿美族的独佑先生在线上，来独佑。哎，你好。独佑你好，哎好。哎好。来，预备，来。8点打给我，署名书记很会。很会。独佑很高兴你扣音进来，赶快有没有什么一定要跟署名来讲的？我们是土城帮。土城帮。对。我们两个好兴奋哦，因为我们阿美田姐弟的时候他们有来的。有。没有错。而且他们骄傲的带我们自己的阿鲁富。对。独佑。慢。赶快啦。加油啦！礼拜六我们一定会过去，一定会，真的哦！我们一定要土城帮，其实是很有精神理念的一个团体。土城帮，赶快上8点，快点。好的。然后你们赶快规划一下哈。好的。好，署名加油在责任加油，谢谢独佑，谢谢。